点点就会赢了。你真的不能生小孩。哎，我觉得冠宇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妈妈给他的升学压力都没那么大。海陆珍珠，那这个海陆珍珠一听哦，又海山，然后还有马路。好像啊。因为俺按叫是佛调酒，感觉别系梅头冻河。我会晚上在 pub 当bartender。哎，那个八分的 DJ 嘞，等一下我会切半颗给博轩吃，凭什么？就因为凭制作人这样子，有没有选来啊？凭什么？你看，不低美动胸的选，马乱替百这个编出来有没有？我没想到吧？狂懂妈卵，不过吼，各个口味都是妈卵。环养公龄，一嘎子住。 VIP 太出了哟！耶！环养公龄的都一嘎子住。欢迎共力，欢迎共力。而且你某你录节目啊，真认同站的，因为大摆呢，你就我发现到人才辈出啊。真紧，人讲讲，哎，汉记得无上一排哦，有一对系父子档，一档档哦，为到 Andy 去到心中的百事后意，然后他好到动力好哟，哎，回家对，超会吵的，回家跟老婆吵架都他吵赢呢，没有，压底都不卡，都不记当主夫了。哎，吵。而且呢，你压摆呢，有唱都没黑讲都不卡给大主厨，而且呢，还带的不卡给得力助手 Q 他了。他讲他系 Andy 一家自主的好朋友，老朋友哦。哦，有一些已经从幼稚园看到现在念高中了。哎呦，看着他长有这么大。久吗？哦，我们也看着小戴师傅长大，没有，是你。也长大。好啦，先来分享到今天评审欣赏，替先来分享给嘿我们戴范成小戴师傅。戴范成戴师傅好。再过来分享到系林顺志林师傅，大家好。分享阿吉师傅。大家好，来分享到你老朋友今日动感车队高雄特别上来哦，来自高雄3名嘅母女档淑华姐跟冠仪，欢迎。对呀。欢迎，有的人要手牵手是不是？哎呦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是红队，我们是红队。哎，你结婚了哈？老公又来吗？人家女儿的那个冠仪吓到呢。他直接走到中间找你。对啊，竹花姐，我们私底下再这样就好。没有，私底下也可以这样吗？私底下也不行，欢迎男生。真嘅係老朋友啊！我咱出嚟片咪係老朋友哦，記得係來自新竹虎橋嘅顧守東，歡迎黃靜雯、江以真。歡迎。古宿州的感情暗号啊，热速甜速。好，先来看我们高雄上来喊带灯喽，一天爱咯。淑华的手艺超好，不要去家做的，七卡州作为蛋挞，很厉害。這好像外面賣的。最近那个蛋挞很流行，哎呦，花形蛋挞，对，花形蛋挞，花形蛋挞。很好吃哎，谢谢。你是不是有加一点盐巴？对，哎呦，所以呢吃起来不会那么甜，对，那外皮就有一点咸咸。对，臭。外面那个酥皮更厲害。对啊，所以我也是越来越長大。没有，你旁邊那位才真的長大。那姨松麦磊刚刚是幾歲6年生？6年級，現在幾年級？高中。高中，這樣是30年幼哦。这没有啦，6年级到高中的，对哦。好，來看一下白 cam 聊出哦。你攬出來老朋友，聽說有一位是餐飲大廚，黑曼。哇，互相，靜雯姐是哪方面的？傻 K 地百度哎。哦，我们社区是做长照2.0的活动，哇，对，所以有在帮忙啦。哦，所以动脚双本煮啦，每天都有煮。但另外一位厉害喽，对，鳗魚西施，掌聲歡迎。哇，買到不應按到西施呢？冇啦，鳗魚西施是拼音不應該稱號吧？哎，錯，還是自封的？沒有，沒有是風啦，你該西窗的音案呢？哦，做了有幾多年了呀？啊，12年的哈，12年嘞，12年鳗魚煎，所以他對市場的各種料理啊食材一定未動熟悉吧？慳做的，哦，韓做的。好，今日龍沙熱沙係沙 K 的台總部，然後熱沙係鳗魚西施，哎，你兩片冇問題嘞。我們這邊沒問題啊，因為今天沒有做魚的料理。啊，沒有嗎？沒有做魚的。海山做的料理。哦，海山，好，準備好啦。不管大家素應用版，我們都會先來暖身一下，馬上先來進行 PK 賽嘍。
向前变困啊！这一关会用神奇的方式来考验凉水料理的基本功有几层，还有对食材的认识有几多。当然，夫妻人之間嘅團結合作，你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今日 PK 賽，都帶我哋來教呢波先。哦，看到兩隻小人 style，基本功就來咧。基本功分做兩隻回合哦。第一回合係熟圖，第二回合不但講係熟圖聽聽哦，還有加上技巧。哦，聽到這個相關關鍵字，來想看一下，排出哪一位代表，請就位。你講一開始先比速度嘛哈。嘿，第一回合。哦，長高的速度有比我們冠儀快嗎？那我們這邊就是賣魚的速度。167了，167冠儀來，冠儀來。賣魚的速度。不比長高的速度嗎？生長速度。我們一天賣3000條。他一個晚上長到10公分。哦，那我真羨慕啊。好，梁昌英準備好了。好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哇，這個為啥掌聲？這個沒有掌聲，就是給個過場用的。哦 ，OK。不過你要多帶黑馬蓋咧，就熱天時節最好學的就是青木瓜絲。木瓜哦。嘿，木瓜，等一下拋絲哦，看哪一嘴哦。拋的重量最多哦，該嘴走得讓，好清楚。我們限時是1分半，好90秒時間哦。冠儀會刨絲嘛？哈，加油！會嗎？還是只會長高？都會。我們以真姐幾塊沒問題啦。我們刨那個鱗片，那真的超強的，對不對？那每次買魚都被噴到。基本上那個冠儀不要嚇到我，待會。好，3、2、1，比賽開始。不要再浪費時間了。莎，他想說媽媽都沒那麼兇，你還要跟他自我介紹啊？歡迎。快，買那個手圖啦！加油！哎，你今天也表起來呢，冠儀你真的放輕鬆呢。歡迎，不要笑。用力一點，我們安全第一。用搓的。嘿，這樣搓，對。很吧。聲音，我發現以真很厲害，他有一個角度，對不對？他用他的面積比較小，你看他接觸面積比較小。待會是比的是重量，所以我們加油。對，所以腳打開一點，會恰恰好，大力一點。要腳打開一點哦。膝蓋49你要聽聽哦。學費很貴。我們要不要換一個？反正這個又不用，我們是算最後的量，口拿的就好。高鐵很貴，高鐵很貴，沒有補貼。加油！媽媽好會請歌哦。這樣我們會贏30秒嘍，30秒。大力一點，側面，加油！我們只要算盤子上的哦，所以最後10秒要裝上來哦。不能換氣。都說快點算15秒嘞。15秒了。打5秒的時候，5秒。好，我們要不要先搬上來，最後再加強？好，上來。繼續。3、2、1。好，時間到嘞。但是我必須說，安用你要用木柱來看，我覺得我們有可能贏哦。對，不一定，因為最後我們大部分還在砧板上。那不然我們師傅先就位一下，好不好？師傅，我們先嘛哈。我們先嘛哈。全部給我弄下去了。關一下很緊張呢。全部。好啦。哦，等下流血，這個下面。這個啊。好。76，它係76。好啦，好啦，你做咩啊 ？Lucky 7啊。OK。做咩啊77。好，等下看一下白劍兩嘴的選節，全副哦，全副唔可以跌下來哦。哎，一上去就78嘞，一上去直接80了，81。冠儀，你剛才只要再努力一點點就會贏了。你真的不能生小孩，努力。哎，我覺得冠儀不錯啊，對不對？媽媽給他的升學壓力都沒那麼大。姐，你用錢減一半了。不要走心，還沒結束這一集。好啦，最尾選擇係84。我們就差7公克。唔係嘛？還有第二關，先來公布一下，因為白劍係84，你哋係77，所以第一回合係白劍得到1分。不是他們得1分。代表啦，代表。好，我第二回合我搞埋嘅咧，夾夾嚟看咯。
天意配合来了，等下我比的除了是熟土之外，还有技巧面是动重要哦，因为我们要来包水饺。哦，好，包水饺哦，太白就搞一摆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等下我们3分钟的时间，超时间地不多，奶沙烟哈包的水度量就可以赢，但是过程中该水饺啊总得烂开来啊，该馅就听话放馅啊，肉总得走出来，就是以这个下水给我烂开来吗？作为一个评判标准。好，等一下就会比真功夫喽，3分钟继续抢开始。哎呦，那个加油酷神，你看有没有？好，加油，对，你看一手包，加油你又不会走出来哟。加油，该熏红，加油烹熏。加油！我们先包，然后最后剩10秒的时候来，对不对？加水检查好不好，姐姐？现在是平手，所以你要再加。是包水饺哦。这就是水饺，水饺翻。没事，对不起，我太凶了。其实你又不很懂，因为他没有管你肉的重量，肉那么多。你要等那个是水饺吗？那个是偏西吧？我们这个是水饺，你那个我绝对不会去买，你那个叫做皮没关系我们肉少。哎，这个可以帮我你要注意哦，莫强强啊，莫等。哎，等下我你要你看像我们这个就很棒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现在告诉我几分钟了好不好？好，1分半了是不是？哎，我们皮真的是有不够的问题哈。加油加油！包好检查哦。剩几分钟了？因为我们要进入最后检查时间。这个帮我修一下，等下最后2秒钟帮我处理它这一颗。我们现在每一颗检查一下。包进去就好，捏一下进去，捏一下进去，肉一点点再放外面。好，昨天都检查了，一点而已，现在检查了，难免吧？这个咪该你批。主持人你在干嘛？检查边边，检查一下。再来一个。 3、一定要进去，一定要进去。西电斗，好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停下来。好，来，师傅请看出来主持人比来宾紧张。师傅，你不要刻意的。好，红队先，红队先。你不可能鸡蛋里挑骨头的啦。哪里有鸡蛋？拿水出来煮一煮哈。对啊。 1、2、3、6了，7、 6、 8、 7、9、 11、 10、 12、 11、 13、 12、17、 103、 18、19、20、90。谢谢。红包比做的太夸张了。你选，我们都少。我23呢，再加这3。我恭喜猜啦！哦，你选了，2、2、3。好啦。这样子冠仪不会紧张，因为冷水、风水都各得到1分。听你们电台，不管是技巧呀、速度的部分哈，然後呢，睇起來稍微喘口氣的，可以係咁樣，甚至師傅帶來乜嘅好料，我嚟嚟睇一次嘅分享呢。睇起來有紅豆哦，好，那我们冠仪都差点想从普通班转餐饮科。海陸珍珠，那这个海陆珍珠一听哦，又海山，嘿，然后还有马路。好像啊。主廚素魯菜。今日呢，要有請到人哋嘅素食小天王，甚至師傅帶來嘅料理，唔夠行，還有高100提倡太氣啊！等下您整看哦，因為會有隨堂考，還是有機會再得到1分哦！加油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好了，今日帶來催苗的嘛，麻辣咸酥素鱼干，素鱼干，还能挑战那个鳗鱼西施吧？哇，小小的鱼要干，去鳞吗？要去鳞吗？已经没有肉了。哦，用哪一种食材？好，料底度呢，我会用大概腐皮。哦，大概係千張腐皮來做，豆腐哦，挑腐皮，哦，還有個海苔，就本地有個海的味道。哦，好，那配料的話呢，我就撈那個青龍椒，好，還有那個爆香嘅食材，就那個蕎麻啦，還有找個辣椒味，麵糊，哦，還有那個東河式嘅麻辣花生，炒過嘅，那個炒過嘅。哦，調味上面呢，有個調豉啊，還有鹽巴、料水嚟幫佢做個調味用。這是雞粉嗎？那個係香菇粉，香菇粉，還有那個生菜。哦，然後呢就開始來做了哦。好，幫佢按用打開來。這個文具店買得到嗎？我買不到。這不是宣紙。那寫毛筆的。沒有。有一些火鍋店
做点不会下哦丝，有，还煮直接煮东火式。好，那按用呢就捞一束的大概面糊，好，帮给涂上来。那我可以问个题外话吗？嘿，你刚才讲到给那个火锅店那个宣纸上面写的字，为什么可以墨水？那应该是那个是有啊那个还有墨鱼汁。哦，好，还有大概海苔，帮给不用松来。哦，粘起来。嘿，大概亮面呢朝上面，还有它有暗面雾面哦。还有，对，它这样子会比较好粘上去。哦，好，按油呢就完成一块了。好，这样完成一片。那我们要用3片去叠起来。拼成30片。好，3片。 3片。三对，按用迄等于迄种鱼的吗？对，这是大概黑小鱼干，嘿，小鱼干。小鱼干。哦，你刚刚讲的面糊嘛，哈。嘿，那个面糊你做的用那个中筋面粉啊，1比2，好，1的面粉，2的水，不给捞进去就做对了。好，再把它贴进去。等一下，这么快，这么问题来快。咧，较动来咧。请问灌贡买豆腐是讲一概人用万人 A 大材小用 ，B 稀有起标 ，C 轻而易举动呛送。灌贡买豆腐这我们再公出答案呢，等一下我们要抢答哈。好，没有，冠莹说我又输了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，关于有没有想法？B 管哈，哎，这么快？那我问一下蓝队好了，你要不要这熊来先买马改？他们选什么？他们选 B 虚有其表，怎么了？你选表的呀？只能选 A、C 呀。对啊 ，A 跟 C 2选我1。选哪个？ A 吧。咱最先系 A 大材小用，风水系 B 虚有其表，答案系 B 虚有，我走马改咯。意思是讲关公是我们三国很刚强、很那个的一个武将。系啊，啊，豆腐圈有动软的食材，是讲俩个人呐，人硬请你对观众讲，不要对我讲，好吗？代表怎么样？人硬或软。哎，这粘动人啦。很要逞强摸本事啊，哎，虚有其表啊，你呢？好，来嘞，大概小鱼干就做的一整片嘞，好，帮给切大概6公分差不多，好，帮给切一下，好，肯定有机台啦。嘿，啊，你要做卡胎你就做按多，太硬啊，你知道的。好，还有差不多，啊，怎么改用人家腐皮啊，日本的豆皮。你不能用刚才的水饺皮哦。哎，做那个太细因为那个火锅呢会酥酥脆脆啦，好，那片呢就帮给不用下来嘞。油温呢？油温做得用160度，啊，帮佢不用下来，慢慢帮佢炸。所以用在海苔除了是什么，主要是它那个海的咸味。海的味道，嘿，好，那片呢大概青龙椒，帮你切一下。青龙，我想说，它支持台湾在地青农，好，帮你切一下。两味辣的哈唔。會啦，那東東兒咧炒那個挑絲啊，還有個挑管啊。对，都要炒小魚回干的。锅肉啊，哦对，炒好豆，幫佢炸到酥酥哦。这样二炸吗？唔是，一次幫佢炸到好就好了。哦，像乜嘅買魚嘅話，怡珍姐有買乜嘅魚適合用油炸的嗎？适合用油炸的哦。小魚哦。喜相逢啊，小只的那个喜相逢哦很适合喜相逢对，土托鱼土，托用一般用煎的会比较姐煎。那看好是啦。但应该没有卖素的啦哦。没有沒有。那個嘛做的炒那個蜜汁，像那個糖啊、挑肉啊、水啊，幫佢煮一下，幫佢糖醋先跟住走在邊做讓 double 咧。嘿。好，那炸後呢，應該就幫佢撈起來。我以為油温要高一點。唔是口，內很辣。薑會附體的。哦。你剛才下去個油温做唔得太高，薑會出火爛，慢慢幫佢炸，炸到熟透呢，油温再拉高，佢會就較酥脆。哦，油温哈。我之前去看那裡，哎，走在起款呢。我在試看哦，哎，這樣跑會挺少哦。哎，你動強呢，那種袂少誒。我虛有其表嘞。哦，冠儀要不要試試看？沒關係，一趟就好了。真的很像零食哎。好，那片呢就幫佢收走了撈起來，因為你要吃，所以趕快拿走。好，幫佢撈起來，那個青龍椒炸一下就做對了，唔是跳久啊。好，好，那片呢撈一出嚟油，哎，cái胸紅皮啾啾。哦冇上乾，好，那片呢，好，油麻，跟乜嘅？
用嘛嘛，，帮你炒一下嘞。团一准备的料冻想炒那个有干辣椒又有宫保哎，宫保，就是炒宫保吗？哎，還有跳絲，啊，幫你炒一下嚟。哦，姜妹出嚟，還有跳椒。哇，好香啊！哦，这个黑棒就吹诶，哎，還有嘅誒香菇粉，香菇粉，還有鹽，哦，幫佢少少嚟就好嚟。好，胡椒粉，皮到米頭诶，好，这个没有配一些飲料會很乾哦，你说马开頭的嗎？是飲料啊。好，要有泡沫的嗎？可以啊，泡沫紅茶。好，幫佢炒一下嚟。好，還有一些調料，最後再給他一點。再一點點。哎，他有開課，認真哦。還有大概我都有在觀察他，觀察我嗎？關注。好，低調。好，辣椒味。對哦，很快哈。好，第二片呢就做得擺盤的。哦，第二片呢就撈一水的大概生菜啦，用給鋪一下，好，拌一拌。專業。他的意思是說有人協助的話可以鋪漂亮一點。好，第二邊還有一個花椒油，哇，用給洗出來麻麻嘅辣辣嘅。讚呢。真厲害。哎，又搶五步了哎。哇。也很像乾煸四季豆哦。跟它食起來有哈辣條更像。米頭嘅花椒油嘅米頭誒好，麻辣鹹酥素魚乾。按鈕最後飛咯。马上有看過呀嘅素的魚乾吧？嘿哦先本甚至一個掌聲，很厲害恭喜你哦！大婚呐！也是啦，也是。當然是啊，太巧了，吃看呐。哇，哎，一斤就五百塊嘅鮮都是凍長哎。哇，你的魚好活。有出嚟啊！好酥脆，你看，超級酥的。好酥哦。哎，比那个大姜是的哈辣好吃，就最後加那個醬油去嗆那個香，然後還有花椒油，大家有吃到嗎？哦，很香，香了哈。很神秘的，一點都不油哎，哎，OK。真的不油哎。重點沒骨頭。沒有，对，小片肉那个骨头冻麻烦，真的很多人不愛吃魚就是因為骨頭，要做的像一點，真的要放骨頭。還要雕哎，你客家人講凍梨喉啊，凍梨喉。我的豆腐卡车吃过，师傅觉得如何？我觉得需要一些饮料，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。太配。对，他家有烘豆哈，有好哦，那我们来冠仪都差點想從普通班轉餐飲科。没有啦，都有學到。那我們現在再來水塘烤了哦。好你們知道而家他這個係成績很用的冇？風子幾多幾分？幾多分？用粉。讚，來對呢？幾多分？好啦，幾分啊？幾好分？啦，好，楊安成績很暗用，唔過呢，風吹2分，南吹1分，南吹加油！馬上來進行最杯迷館嘅挑戰。家家出好菜，兩吹這段只聽嘅題目，第寒天嘅時間，做出一出最上癮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家家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做咯。最本迷館呢，你要家家出好菜嘅，啊唔過根本嘢都帶有都要百變香地圖空的嘛嘅食材呢。好啦，好厲害不然我們數到3，一起來開箱，好好不好？1、2、3，哦，哎呦，馬肉，超愛吃皮蛋呢。大槍是凍喉蟹嘞，加豆腐更是一級棒，你意思說現在你是評審，大鄉社會最高分嗎？然後再加醬油膏，柴魚片結束，這一關錄完。難，好險你沒有當廚師哎。哇，今天行下就從你啦。對，可以睇我用馬卵，要上到帶來嘛嘅菜名嘛。泰式皮蛋蔬食卷，哦，走在耶，我跟你說，甚至先給你滿分。對你剛才說是什麼食？
蔬食卷对，，因为他很少在节目真的可以整盘试吃完毕。真的真的真的。有观众有问，啊，可是有看到肉，那为什么叫蔬食呢？蔬菜啊，哦，有当到抢吹啦。可是因为可能会输，所以叫蔬。有抢菜，好啦，最杯米馆跟镜头说有信心吗？有加油加油！好，母女同行，你下來看一下咱嘴里下片哦，動厲害哦，馬蘭做啲變出馬計咯。海陆珍珠，那这个海陆珍珠，一听哦，有海山，嘿，然后还有马路，是哪一个？这个这个就係馬蘭啊。嘿而且我們賣魚西施給帶到一個海參，一聽唔會差。那是什么 t i p i n 是美人魚嗎？虾，白虾。其實可以去端它，不用用脖子去。好，兩位哦，牡丹強做的組合拳款，非常的骨頭危險，跟手套都戴好了，一定是勢在必行了。水妹一罐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好了，兩嘴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這樣開始。 13開始咯。哇，馬蘭我嘅做乜嘅？我會做有點像那種拌麵跟糭，我對很想吃，那個現在還沒吃過現在超流行的那個我還東火是沒吃過。乾麵。對，你看，我覺得馬倫搭一個東西，東火是叫做花椒油那個肉鬆。地瓜葉，地瓜葉燙好之後，把那個皮蛋打進去，很好吃。真的呢。都好吃係嗎啊，？咬你就用面。酸條不要給它，不給用那個馬倫，不給調調，不給淋上去，都好好，吃。我下一次要試。啊，你就想到嗎？西餐有一个蛋料理很有名，叫哦，有，我沒有在們吃過。開玩笑。因為我紅球是學調酒，感覺你係梅頭凍好。我晚上在 pub 当 bartender 吧。哎，那个八分的 DJ 嘞。刚才私底下說一定要來台北看明珠阿姨跟柏謙哥哥。記恨。西餐有一个蛋料理很有名，叫苏格兰蛋。哦，有，我沒有在們吃過開玩笑。蘇格蘭蛋我們有做過啊。苏格蘭蛋地北都做的蠻馬倫，哦而且還會流溏心。對，哦之前跟英國黑那個徐師傅做的啊，炸過。好像是叫 you 啦。對啊，來我們來看一下。但你們的肉有一點黑哦。哦，我們那個是香菇，有啊。香菇，哦。有加你香菇落去的哦。有。啊，平常會接觸媽媽做菜嗎？真的哦。因為家裡面小朋友很多啊。萬怡是排行第幾？第一，哦，下面有幾個弟弟妹妹呢？一個2歲，啊？ 2歲。哎，現在2個就很多呢，很多，對不對？他是接不下去啊，風險高。再來裝熟啊。好了，哎，但我想問一個問題，咩打三英毒好鹹，敢鹹馬卵哦？你自己敢吃嗎？敢。那你知道它是馬尿做的嗎？亂講。不要誤導人家。沒有啊，曾經就是以前啦，他傳統的做法來用天啦。哪有啊？也沒有嗎？那我被張媽媽騙那就湯溝，對不對？溝。沒有，從頭它裡面有個到尾沒有發酵的，從頭到尾沒有這件事。是嗎？真的媽有點冤枉。沒有，而且要收起來尿，很難收哎。你給我喝水灌水。哇，讓它作為玻璃窗，通過過後再來馬上把它冰鎮，對不對？對，這一定很脆。動台篇呢？我告訴你，我們鹽啊。淑華非常會做菜，哎呦，今天一定是。至少要贏回高鐵票。當然私底下說一定要來台北看明珠阿姨跟柏謙哥哥。記恨。這個我沒有想 Q，但你自己重複講，會變破口留哦。到下一次來分享。對啊。明明他比我大哎。你什麼意思？所以你對我媽呢，還是有線通過係嗎？那款地北毒哎，超。它的那個已經有定型了。天哪，我這一定很好吃，還有加這麼多的演習，我直接先給他100分。嗯，可以一人一卷。一人卷。淑華，有。這個馬卵怎麼搞線到比通過呢？它如果有留一點溏心的那樣子，不好嗎？嗯，可以。我們等一下在醬汁的部分會留一個生的，酒。哇，因為以為你們剛吃就是皮蛋，對，然後皮蛋吃多了其實會很惡心。會嗎？不會，不會。誰？哎，不過真的，我說冠儀要拜了，他真的是得力助手。你看給他逼到懂後哎。哎呀。好，我們大家過都再來啊哈。
这边的料跟旁边不一样哎。这是芋头吗？啊，对，芋头，不哎，可是冰蛋墙还五儿挺挺哦，它里面还有有一点放一点盐巴，一点汤，虾公呢？虾公在那边。那它怎么我就有这种黏黏的感觉？这种跟那种料理机打出来的不一样，就比较手抓料理机打出来更黏。哦，反而更黏。跟黑马，保利达吗？康贝特，错，那就是红牛喽。黄酒、不对，绍兴、琴琴酒，清酒，哇，酒哦，对，哇，哎呦，金文姐懂歌哦。两队有点太北平了。京味俺安求是佛调酒，感觉你爱梅头冻河。我会晚上在 pub 当bartender 吧。哎，那个巴菲的 DJ 嘞，哦，真的，金文姐人家本业黑马改板娘，她本板身就是娘跟板娘，干妞，对，带货的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卖你们家海鲜老啊板。娘，不是，那个我不怕可以修理她修理厂的。用你下来所以跑咖地啊，调酒本地都是啦，招牌你哈。你是手在死所以。哪一家秀丽冲安河啊？副 K 副 K，福口味哦。好赞哦！啊，亮傻还鼓手嘛，对不对？以前爱楼太金嘛，嘿，哦地席啦，哦，嘿，所以你美下年，手里嘿，来喉那咙音，龙沙是喉咙音呐，你美喉咙音，嘿，喉咙音，你没有喉咙腔哎，你的客腔好重哦。继续咯。没有，嘎激动动动。你夹喉咙音，你夹，啊，我差不多被30年了，你说咱哇，你看这哈 boy，好厉害哦哦！杨老公还哈赶你，当然啦太，长，客家姓 Q，哇！几美啊，喉咙音嘎到哈嘎重，系吼，对啊，有没有手里嘛？你美啊，俺夹喉咙音，哦你嘎喉咙音，哦那你的哈 boy 有没有安喉呢？俺嘛唔會糖，会走圣地后水走西冲啦嘿啦糖，的是啦，唔會動唔會講啊。嗯，哇，这样就是穿黑曼宁半米呢，龙沙按叫的啊，哦，海陆珍珠我，很期待。不过阿姐，你平常时走西冲啊，尤其是走啊，走海山啊，你要很早去大市哦。哎呦，我們來都3點半開始喊魚。哇，好興奮！因为这样才夠新鲜，一定要当天的。對對，是因為肉公本三不卡就會買哎，婆婆，我們算2代。哦，那你那很有心哎，很有想的。她嫁過去就幫忙一起做到現在，哦很了不起耶。那你走小吉野西街还是走马街？哦，上班哈，上班對上班族跑去做市场，真的伟大。真的，因为從有冷氣到沒冷氣。對，嫁雞隨雞啊。好對，那我們先過去，大家都動手，好不好？等下碰你先炸一下，好呀。 OK，哇，豆豆冻油哎，好漂亮哦，很晶莹剔透。對貨哎。該係麵粉水係嗎？太配粉水，哦，然後我可是都中料嗎？錯冇唔錯，天哪，這個太高級了。兩整幾嚿哎整叫差唔多5分鐘， ，5分鐘。錯佢入邊我做調醬料，冇唔錯，加了一點鹽巴。對，也一停用魚露什麼？魚露油，因為泰式哦魚淑華本身係做乜嘅本業？塗護理嘅，哦，護理嘅，咁然後還有專職在帶小孩嗎？冇有做乜嘅其他的主業嗎？家庭主婦，好好，哦，因為是因為他凍死啦，對其他古代他按性嘛，嗯，係啊而，且他帶小孩真的很用心。對，而且老公也沒有虧待他，你看他左手，來嘅上嘅安尼就是皮蛋，哦，讓它有點揪揪的，對有水分。哦，這個就要做醬了，對不對？。對，還沒窮，應該要講哎，該種餃就是拌地瓜葉或拌麵拌飯的那種。基本用果汁機打過，卡面，係錯，卡好吃。哎，真的要稱讚一下冠儀，他那邊切的這樣子，對啊，好了可以了，擠檸檬汁，收起來收盤子。那出川有什麼創作的靈感嗎？迄時間係是收涼風吹，啊香港安壓硬，酸酸甜甜的，哦對，啊因為主要是皮蛋嘛，嗯，嘿，感覺是太多，會覺得很不舒服，哦，對哦，所以弄個清爽的。對，那你本身有去過泰國嗎？有哦，還有去過清邁，哦，嘿，所以你應該很知道那個泰國的料理。對，所以找個表妹香菜啊、魚露啊，錯，
柠檬，给等一下给呛色给皮有溜，也是芥末。会有人放那个绿皮泰式比较没有吧？哦这样会腐啊。粤式比较多哈。哦，不要弄到白白的就不会腐对的。，这个很好吃，我要吃一整卷。宽有就懂后色嘞。哇，淑花直接用手剥辣椒籽呢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的的是大辣椒，大辣椒就比较不会那么的辣。对哈。对所以我们有准备一个方面多，没不辣哦。这边有什么技巧跟大家分享吗？冠仪？我主要让你多一点讲话，因为我好像没听到你的声音。分享一下这个酱要怎么调。我们主要是要把它就是调出有酸酸甜甜的一个就是味道，恋爱然后我们还要有就是有加了一个味淋，然后还有鱼露。我该水了什么呀？哪个水哦，水锅？他刚刚烫高丽菜的啊。等下要砍粉，菜卷起来后要稍微就是要装饰的。这个酱真的看起来超赞的。淑花，你豆腐卡涂谁跟甜口些嘞？哈，这什么油？这什么油？这个是味淋，哦，味淋。这样会甜甜的。冲。带小孩怎么会可惜？因为他太会煮了，应该要开店。很多人这样讲哈。对啊。啊，哎，你先勾里，等下勾都上吧。好，擦一擦。好。哎呦，人家片熟土冻姜呢。有香吗？有哦。这是待会一人一颗吗？一天黑啊。会加分哦。大力丸哦。大力。真的耶。厉害，我会切半颗给伯谦吃，凭什么？就因为凭制作人这样子，熊的选来啊！凭什么？你看，不鸡美动熊的选，马上听100就会编出来，有没有？我没想到吧？看不懂马卵，不过吼，各个口味都是马卵。哎呦，人家片熟土冻姜呢。有香吗？有哦。这是待会一人一颗吗？一天黑啊。会加分哦。大力丸哦。大力。真的耶。这个难度就在于里面的熟度吧。而且伯谦超爱吃菇哎。超级。所以刚下地位都会牛腩油饼。哈银。发鸡酱。发鸡酱。嘿，还有阿卵皮蛋。但是皮蛋它的那个比例哦又辣。不然你看，蝙蝠那个梅头没冻冲，还有你其他的梅头给 cam 过去，够哈。起势是地雷哈。好，都有创意呢。厉害，我会切半颗给伯谦吃，凭什么？就因为凭制作人这样子，熊的选来啊。凭什么？你看，不鸡美冻熊的选，基本上好吃嘞。我的两片没有泰式的元素哈。因为哈，因为你这样俩泡菜哈，调油，所以有点酱哈，感觉会很开胃这样，清爽，就感觉会比较配该海鲜哈，对，蓝莓啦，确实就有点像是那个月亮虾饼一样。对。而且你们这边真的完成度算很干净。而且，对啊，你看还把这个砧板扁是不是有处女座在这里？妈，因为那边处女座没来啊。所以平常时都是冲动无限啊，他们有时间煮菜啊。假日啦，哦，放假的时候。生日你给他耶？我打俺做阿婆嘞。你做阿婆？对，去做阿婆嘞，阿婆，哎呦，孙儿凉水嘞。吃鱼真的有胶原蛋白，对不对？吃鱼一定有它营养价值。吃鱼骨骼好。生在这种给他后，你都会自己会私心推荐哪个利润比较好？没有啦，比较营养，清蒸的都比较好。鱼基本上新鲜。对，用清蒸的。就我吃鱼汤也不错啦。师傅做得吗？南丁你跑几球诶？你去到公鸡做的就做的，错，所以要差不多嘞啦。而且去铺起来的呀。对，差不多嘞。对。而且这怎么弄得那么圆呐？马上走哎，纯手工。咋个铺一白吗？不是嘞，按用手嘞。好，开箱。趁热来切一个看看，切不讲究看。他们也要切给你看。哦，对啦。哦哟，没啦，太真嘅好冇？好啊，當然好啊。夫橋已經照顧夫橋嘅呢。好。你哪一夫橋你？來想中啊，張六合啊，哎，夫橋凍抬價哎。哎呦。哇！
嘛，啊，因为切枸杞来摆盘呐，对啊，走的。摆到酱酱啦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先不吃它，待会呢切开来就给伯谦吃好。不好？呀，你也剩起去了吗？走的吗？哎，不，你要讲吗那？你待会只能吃半颗好，哦。那我不要了。哎，我是可以为了那个大享受牺牲小享受的。好了，摆到酱酱了，好又熟了哈，又熟了。好赞哦！对，这个别赢定了，姐姐对不对？赢过一些。我们光荣虎口。好，好， OK，你讲跳下切很多摸会懂哎。要啊要啊，切那么多等一下要啊。等一下走囧啊。周装饰哦，冠仪大学想要读美术系嘛，对不对？他才高一耶，高二，哦高二。哎，对啊，每类上的头嘛改，你来啊？你以后大学上的图文感，医疗，医疗的。你是念第因为三类组哦。阿妹妹是走护理的啊，对，挑该台帕分水啊，有调过味道吗？有哇，好漂亮哦！蔬菜卷就是要这样，看起来真的超好吃。淑华很注重细节呢。冠仪也是啊，你看，等一下，你的冲是有金狗水吗？不死啊！他看现在已经很切卷哇翘，哇哇！哇，翠玉白菜。差，就差一个中丝了。好，我们先去倒数哦，加油哈！好，天草马上来都三10、9、 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会吃吃看那最杯米一馆马乱做嘅料理，那部卡卡站到咯。哇，好不健康，够正经呢！马乱替百这编出来有没有？我没想到吧？看不懂马卵，不过哈，各个口味都是马卵而。且不曾尝过。哎呦，体积白，第一版，对不对？那先来，对，好，蓝队看起来也好好吃哦。我们那个沙拉红队这个厉害啊！哇，所以这个酱怎么？为什么有猪叫声？对啊，好吃哈。伯坚，你没有靠外表，是你自己造成的。真的很好吃，超好吃，我爱外面。真的很好吃哎，重点是这个凉拌也很好吃。超赞，然后上面那个酱料也好好吃哦，满满的，用老鸭给主题特色发挥的淋漓尽致。哎，弟，因为你们大家款第的西这因为起头工就是一般蔬菜卷，但是吃进去哦，层次很丰富。你们觉得呢？回头摸穷肉哈，很好。加香又加香。好，两下大家一定非常期待機會。攬出嘅海陸珍珠，來。哇！如何？干我袂泡到素素脆脆，地袂毒哦。马兰的香气完全摸不应该五二 can 枸杞，我最担心是这个，它的那个皮蛋香气刚好跟马兰天作之合。非常好吃。一般那个芋头里面包什么？这个金沙，咸蛋黄，可是标马龙东西浓厚深哎，很特别。冠仪觉得如何？好吃。两味都本时甲按落一下。好食，抱歉，方向啊，唔係好食咯，唔係哦，係非常好食。係哦，因為剛才大家就學到嘛，地北毒含有那個琴酒的酒香氣，對不對？第一用熟來做嘅五二，所以保持它那個五二口感。哎呦，真的是你洗出來呀？有啊，夫口音照顧夫口音咯。師傅，台師傅，兩組真的都太厲害了，係啊。好好吃。咁我喺度講到吼，最實際嘅部分就係解下份數，解下份數，風吹地道係涼粉，冷水係熱粉，最尾先至係用版咧，嘅幾多款哦。品種牛都帶給你的神經很用版，在我跟伯謙心目中，是不是兩組都滿分？都會打태우면 GT 真的太好吃了基本上大家都只能比3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行，這樣我們會輸。你們還能比什麼好好思考一下。來，風吹搶本分數。哇，今天係滿分，用題。好，希望攬出兩片未係滿分哦。好，來，集天地之意，來看攬出搶本分數。滿分，打태우면。真嘅呢？哎，你流沙走在走算命線呢？真的很好吃啊哎！呀，没有，就像两位主持人讲，两腿做的菜色都非常有创意。啊，梅头又挑的嘟嘟好，
想要凸显的味道都有。俩片布诶，泡的冻素、冻香，还有加刚刚我一直在找一个味道，就是清酒我先讲清酒对，又很特别的味道口感，两队都给满分。哇，好，来谈看下阿吉师傅。哦，若要分两队满分吼，就是说的抓就迄纯糖嘅胎出嘞，哦，抓个抓猪该玻璃吹呢冻切，然后呢外面那整个口感，然后脆，然后就软又香，哦，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菜色，它有堆叠出它整个的香气。蓝条抓片呢做到出来嘛，懂好是一个渣豆外面酥酥啊，底豆呢应该就是都有水果的味道是吗？凤梨。对，所以对我就觉得很有那种夏天那种很清爽嘅味道，师傅厉害，好用心。最近同站到太气干呢，这重播各看改一百，看他利用主用的表现，真的，所以可以算是我们这一季吃到数一数二的。那个马銮它算是平价美食，不过不你走都从四福菜，真赢。好，今天比赛成绩已经出来，马上就要颁奖喽。耶！好开心哦，尤其最关迷一关。哎呀，太刺激，非常好玩。成绩已经出来了，风吹的都会黑8分，蓝吹的都会黑7分。先来恭喜风吹天命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。恭喜！高铁票有。转起来购贴票做得的啦吼。我蓝水今天还来拿非常优质而且很棒的礼物哦，积木收纳锅具组。怎么可以基本按到？积木呢，就已经为它这个手把是可以组合的。你拿它来，它可以这样转接到其他的锅子，还有动火种哦。谢谢，恭喜！先来谈看那两支一百新的老淑华姐一百 T300。好，心得是这是第几次冠军？第2次。第2次冠军，在家分享一下心得。就清粉气啊，然后从高雄就是来，然后跟冠仪就会看他来比赛啊呢，嘿。刚刚说，来做料理，刚刚回娘家的感觉，就是很亲切这样子。对，恭喜！冠仪，这一次参加新的，这是第2次参加吗？对啊。心得如何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很开心，然后跟妈妈参加这个皮蛋料理比赛。对，我们其实是一个我们有很充分的料理啦，不一定是。我们有扮成皮蛋。然后嘞，然后可以加零用钱。哇，这是他主要目的啦。对啊，对。希望下次可以再来。好，恭喜！谢谢。好，他就今天有带来动火去卖鱼西施以珍姐到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蛮惊艳参加这个节目，然后看到制作单位都蛮用心的，然后回去可以跟客人好好分享，谢谢。好，恭喜！好，谢谢。韩国分享人静雯姐斜杠大主厨，让大家分享。没有，他是斜杠调酒师啊，对 ，DJ 师。谢谢主办单位这个活动啊，我觉得很棒。中越科技大學進修部嘅學生啊，所以學到線上面要多少寄託一下，所以我今年長輩要勇氣來參加，係嘛？所以幾個酒啊，咪係線上教嘅啊，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學習動火啦，對大家有學習嘅機會。你差一點就輸在那個關公賣豆腐，虛有其表。对，我们下次就好，不要拜关。换刘备，换刘备，好拜。什么？两组都是本地哈，你看唔单像这个皮蛋料理比赛，2组都表现那么好，还记得吗？甚至师傅刚刚做一个小鱼干、素鱼干，大家回去来学起来。真嘅看，有好學習，有好食，有好拿嘅，真嘅當真的。係啊，無論你係提幾多擺落嘅朋友哦，提100、提200、提300，一直來，好不好？歡迎所有嘅好朋友、新朋友，共下都報名參加比賽哦。依家製作等等人共下來到要到畢業，分享來交流人不卡嘅好米西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再來了。